这几年来，咱台湾拍羽毛球的选手在国际上的表现是真出色，这嘛带动学生囡仔学拍羽毛球的风潮。在高雄有一个由体育选手创办的羽毛球队，因就对拍球有兴趣的幼稚，全台湾行透透去偏乡的学校教课，嘛斗阵做公益。下回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咻咻咻拍球的声音来来去去，一名教练带后山的台东囡仔拍羽毛球，入捌专业的知识。这是民间羽毛球俱乐部办的宽台下乡其中一场活动，因要在2023年至2024年拜访13个县市较偏乡的所在，做公益教学。因为阮学校真正无发展这种部分，所以就甲我讲，甲囡仔讲，你有这种决心，我就找资源。后来发现讲，不是欠钱，是欠人。他有梦想、有理想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方法。我说，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星星，然后想办法去辅佐他，然后给他一些方向。发起人陈定尧甲孙东轩，因过是比赛选手，是为高雄出来的。球队的成员大家拢是做无共度的，不过因为因拢喜欢拍羽毛球，因伫有休困或者是让旁的时间，就会小少出来做伙练球、做公益。阮想要利用阮的专业，会使互一寡刚开始学拍球的球友，会使有一个安心拍球的所在。少年人组织做伙，就会产生一寡趣味的想法。球队嘛学外国的经验，办快闪活动来做推广。要让更加侪民众有机会了解羽毛球，认捌这项运动。其实我们这个想法一开始是从就是 Instagram 上面跑出来，然后都是国外的人现在在用那个什么就是篮球啊、足球啊，然后还没有人做过羽毛球，所以我们就想过来试试看羽毛球的这样子，投进然后就送礼物。一粒羽毛球对空中飞过，这场为竞技战场体育的战士，为偏乡的公益活动，到年岁较大的乐龄羽球，未来嘛要加向国际做交流。哪拍球，哪交朋友。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，台东高雄采访报道。